大家好啦，我係 Sally，我叫做 Rachel，我係黃麗軒。我參加咗一個計劃叫就業啟動嘅計劃。喺中心主要係幫手 filing 啦、scan 文件同埋出去活動啊，會幫手 set 下場啊，同做一啲攝影師嘅角色咁樣。除此之外咧，我都會去設計啦，同埋策劃一啲活動去俾兒童同埋佢哋啲屋企人去參加。咁我以為全部啲嘢都好簡單，可以做到，但其實係做唔到同事嘅要求。啲同事成日都以為我唔夠主動。曾經就試過就係做錯嘢啦，即係啲文件上面做錯嘢。咁經過一啲提醒之後，發現要問得清楚先，就避免出現咗啲誤會。文書工作咧就可能會有啲我唔識做嘅嘢啦，咁我都會去主動去請教啲同事去點做啦。打字嗰方面咧，我都會有時唔識啲字，就會可能會上網去查啦。查完之後就會有喺啲空餘嘅時間去慢慢去練習，打翻嗰隻字出嚟啦。好多謝嗰啲同事包容我，同埋俾機會我。好記得第一次打遊戲嗰時，我把聲係好細聲，講嘢一嚿嚿咁啦。經過多次嘅訓練之後，我發現冇第一次咁驚，見到啲會員咁開心，我自己都好開心。咁都有好多嘅得着嘅。翻工嘅時候啦，佢哋都會俾翻啲培訓我哋啦，電腦嘅應用啦、知識啦，同埋一個人際溝通嘅技巧。做呢份工作嘅時候咧，咁都可以運用到翻所有嘅技能出嚟啦。咁我記得有一次小朋友就可能有啲需要嘅幫手啦，係啊，咁佢哋第一時間都會揾到我先。咁我都會有時會帶啲活動俾班小朋友嘅，咁都叫佢哋玩完都非常之開心啦。咁我自己都係好開心啦，我哋一齊去傾下偈咯。學識咗多媒體上面嘅應用啦，譬如係剪片嘅課程，係希望喺下一份工可以能運用到更加得着。咁我未來嘅發展啦，都係會揾翻青少年啦同埋兒童嘅工作去。咁我會將我喺呢一年啦學到嘅嘢啦，例如好似有呢個溝通嘅知識啦，一啲電腦上面運用嘅知識，都會用翻喺我未來工作嘅佢。展翅青見計劃係由勞工處、僱主同服務機構三方通力合作，為住15至到24歲、學歷喺副學位或者以下嘅離校青少年，提供全面嘅求職平台。配合住一站式多元化嘅職前同埋在職培訓，幫助青少年認識自我同埋職業志向，豐富佢哋嘅工作技能同埋經驗，以提升佢哋嘅就業競爭力。而就業啟動計劃則係由展翅青見計劃嘅服務機構推薦俾有特別就業困難嘅青少年，例如有情緒困擾或者行為問題，甚或學習困難或者係長期失業嘅青少年參加。經審批之後，機構會聘用合資格嘅青少年，提供為期12個月嘅在職培訓，並且同時由社工跟進支援，協助佢哋投身公開就業市場。